下水前先暖身，不可穿着牛仔裤下水。戏水游泳要格外的小心。各些学生伫台顶示范拄着渡水应该如何预防甲自救。夏天上高发生渡水事件，因此市府特别举办宣导活动，来加强民众对水域的安全观念，避免发生事故。那我们在宣导方面每一年的3月我们就会做盘点，盘点完以后，我们来做一个教育的问题，让小朋友他们到海边去、到溪边去都能够有一个这个安全的这个措施跟那个观念。台南市伫108年到110年，曾经创下水域无事故的纪录，也毋过时间一久，真侪民众可能会疏忽对水域的安全意识，所以市长再次呼吁民众。升水的时阵，爱提高警觉。对于水域安全其实从南到北，从北到南，大家都非常重视的。尤其台南市河川很多。那在过去几年来，台南市都一直维持在夏天，暑假期间学生都没有溺水的状况。那去年发生了2件，因此呢，我们今年要特别的加强这个水域安全的这个教育与宣导。那更何况前2天发生在其他县市的一个瀑布，这个攀爬就会造成重大的伤亡了。这个部分我们特别的要汲取这个别人的所发生的教训。所以我们今年我像台风季节已经到了，我们会强力的宣导，强力的加强，还有把一些过去曾经发生溺水事件的地方，我们加派人力来这个守望相助，来注意一下那个海域的安全。体育局表示，会积极辅导各校安排水域安全知识课程，使学生建立正确的水域观念。另外，暑假也紧要来到，提醒家长爱留意囡仔去向，民众也爱慎选出外地点，才会当确保安全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